的手机。就放这儿吧。家里直接涨水了，这么深的水。等一下，往后退一下。我先学一下。他重新放一个。往后面推一点啊，装不下，装都可以。等一下，我。你影响没下了？没带。你下面掉了。要充电。刚刚你没说。啊，可送去了，现在给这个是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他就是自然也好，就是3个要什么的。吉祥如意。吉祥如意最近一段时间有点火。嗯。还有一个藏，哎，昨天晚上一个新的叫啥子？哎，叫啥？4个字，藏啥子？阿里那个。啊？一个新的。哎，他错了。音响没电吗？没有啊，音响有电，你有的问题。网络的问题。网络的问题。再重新调一次。完了，一会儿。氧气包装。
湾过来。先跟同学放一下，我要跟他学一下。